交友須帶三分合氣，做人要存一點素心。待小人不難於嚴，而難於不惡；待君子不難於恭，而難於有禮。善人無論作用安詳，即夢寐神魂，無非和氣；凶人無論行事狠戾，即聲音笑語，混是殺機。我有功於人不可念，而過則不可不念；人有恩於我不可忘，而怨則不可不忘。天地之氣，暖則生，寒則殺。故性氣清冷者，受享亦涼薄。惟和氣熱心之人，其福亦厚，其澤亦長。無偏信而為奸所欺，無自任而為器所使，無以己之長而刑人之短，無因己之拙而忌人之能。人之短處，要曲為彌縫，如暴而揚之，是以短攻短；人有頑固，要善為化誨，如憤而疾之，是以還濟還。遇尋尋不遇之事，且莫書心；見幸幸自好之人，應須防口。遇故舊之交，意氣要越新；處隱微之事，心積而越顯。待須朽之人，恩禮當越濃。無因群而阻獨見，無任己意而廢人言，無施小惠而傷大體，無借公論以快私情。善人未能急親，不宜縱揚，恐來殘浸之間；惡人未能輕去，不宜先發，恐遭梅葉之禍。是君子貧不能濟物者，遇人痴迷處出一言提醒之，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，亦是無量功德。人情聽鶯啼則起，聞蛙鳴則厭，見花則思培之，遇草則欲去之，驅是以形氣用事。若以聖天視之，何者非自明其天機，非自暢其生意也。饑則負，飽則揚，鬱則摧，寒則氣，人情通患也。是有急之不白者，歡之或自明，無躁急以促其憤；人有操之不從者，終之或自化，無操切以益其患。口乃心之門，守口不密，泄盡真機；意乃心之足，防意不嚴，走盡邪隙。謹得須謹於至微之事，施恩慕施於不報之人。以是者，身在事外，而識利害之情；任是者，身居事中，當忘利害之慮。標節義者，必以節義受榜；榜道學者，常因道學招尤。故君子不近惡事，亦不立善名，只渾言和氣，才是居身之真。遇欺詐之人，以誠心感動之；遇暴戾之人，以和氣熏蒸之；遇傾邪私曲之人，以名義氣節激勵之。天下無不入我陶冶中矣。中欲之病可醫，而勢利之病難醫；事物之障可除，而義理之障難除。持身不可太皎潔，一切污欲垢穢要如納得；與人不可太分明，一切善惡言語要包容得。憂與小人仇仇，小人自有對頭；憂向君子諂媚，君子原無私畏。讒夫毀士，如串雲蔽日，不久自明；媚子柯人，似隙風侵機，不教其損。山之高峻處無木，而溪谷回環則草木叢生；水之湍急處無魚，而淵潭庭蓄則魚鱉聚集。此高絕之行，貶急之衝。君子重有戒焉。聞惡不可奏惡，恐為讒夫泄怒；聞善不可即親，恐引奸人進身。用人不宜克，克則思效者去；交友不宜濫，濫則共與者來。不可乘喜而輕諾，不可因醉而生親，不可乘快而多事，不可因倦而先終。風斜雨急處，要立得腳定；花濃柳艷處，要着得眼高；路危徑險處，要回得頭早。淫賓之婦，矯而為尼；熱衷之人，激而入道。清淨之門，常為淫邪之淵藪也如此。智人何思何慮，愚人不識不知，可與論學，亦可與見功。為中才的人，多一番思慮之識，便多一番益道猜疑，事事難與下手。